迷因梗图是近年在网络流行的创意，在原创图片上增加文字巧思，做成各式不同的内容。政治大学副校长詹志宇表示，希望台湾年轻一代可以运用生活素材，发挥创意与设计思考，面对全球化的发展态势。中嘉宽屏北建总经理徐巧妮表示，中嘉宽屏长期投入推动媒体识读的教育，也认为将媒体识读结合迷因梗图是很棒的方式，达到教育作用。E世代的人类，无论工作或生活或者休闲，都是在网络世界啊。那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活动，能够提升我们网络内容的美感、品质跟趣味性。那新世代的朋友有很多的创意，而且很了解新世代的文化，所以我们也透过鼓励年轻世代多做这种具有创意、挑战性跟趣味性的迷因梗图，能够让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够相互分享跟使用。我们希望以正面有力量、有品质的内容去取代一些比较不健康的内容，能够透过这个文化的基因传播，让我们的媒体世界更加的安全健康。大家看到元宇宙这样的一个名词大家知道元宇宙是一个未来网际网络新的一个世代，它结合了虚拟跟实际那一听到梗图，大家又可以很直接的联想到最近就是在网络上非常夯的，它跟政治有一些相关联，尤其在选举期间但是因为这样一个梗图的发送其实对于媒体识读就真假讯息的一个考验，其实是相当的大的。那么中嘉宽屏集团呢，最近在这几年呢，其实持续的长期投入媒体识读的一个推广教育。那我们深入校园、深入社区到每一个角落去，我们办了超过200场的一个活动。当然希望就是推广这样的一个媒体识读一个教育。那么有机会透过这样子迷因梗图的一个比赛然后结合了媒体识读这样的一个概念，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活动。那持续未来中嘉宽屏也会持续来推动媒体识读，希望把全民的这样媒体识读的一个教育能够往上来提升。本次的迷因梗图比赛社会组第1名的得主是丁雨婷，她分享了创作理念，用网络形象与现实形象的差距，反映网络不一定是真实的。其实没想到自己会得到金牌，其实也没看过大家的作品，所以也很开心。这样，就是想表达是网络上跟现实不一定是一样的，就是有可能差距很大。这样子，就是像作品当中，我有画。网络中是一个高富帅，就身边都是美女，就很多金。就可是现实中他是一个比较邋遢的大叔，就是把2张图就是形成一个对比，就是想表达就是网络跟现实不一定是一样的。在颁奖典礼结束后，台北艺术大学动画系主任赵顺文也分享了迷因梗图的现况发展。他表示，迷因梗图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甚至能在之中感受到疗愈、幽默的体验，更能发挥全民的创意力量。那我们在评审的过程当中，看到有学生跟一般社会人士的很多的对于迷因梗图的创意，那大家可能发想的素材或者是概念都来自于可能目前的一些社会现象，或者是他们关心的一些可能亲子的主题，或者是同侪的关系，或者是学生之间比较会经常面临到的一些可能未来职涯的发展，都可以做成这种迷因梗图那所以我觉得迷因梗图一定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而且它会充满很多幽默感，甚至有疗愈的力量。那我们现在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我们可能面对这个网络的时间或者在网络上的时间待得更久。我们举办这个比赛，然后我也身为评审，我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趋势的潮流，包括全世界他们也都非常在迷因梗图上面的发展我觉得也是影响到台湾可能对可能不同的一些图片的一些转制创意的发挥。那我觉得这其实是很好的一个现象，好像在发挥全民的创意搞笑的力量，然后把欢乐带给大家。时代科技的进步，几乎人人都离不开网络，而迷因梗图更是在人们时常使用的社群软体上就能看见。赵顺文也表示，期待透过有趣的梗图设计图片或原创图片，结合文字巧思，以创意幽默的方式提醒社会大众媒体识读的重要性。善用 media， 创意性达雅。记者林映彤台北采访报道。